汉尼啊，用茶啦。袂瘾啊！哎呦，会歹啦，汉尼啊！过去吼，你伫厝诶是咱翁仔某虽然定定搭水果定冤家吼，啊，迄莫怪讲会感觉人较烦啊，对。但是你即一逝吼，离家出走诶时吼，我才感觉讲无你伫我诶身躯边，我会感觉寂寞无聊、空虚，才互我深深体会到讲翁仔某感情诶重要，你知影？干嘛呢？你对我的感情真是遐尔啊专情？哎呦，什么叫专情的尔？迄毋若专情的哦，迄袂输敢若用布的，佮拗起来，佮抬落，安尼甲摊起来，啊定翘翘，定敢若像酸椒，迄一般遐尼坚定。我对你的感情就是足坚定的。好啊，你较莫来这套的啦。咱两个翁仔某斗阵遐久啊，你的个性我真了解啊。哈，你哦，用这套，毋知骗过偌济查某囡仔，过来点仔要加线，你给我点伊啦！妈呢啦，汉尼，你安讲到嘴若强要吞袂落，我实在是嘛替你足艰苦啊。啊，事实来，我即句话敢对你讲尔，毋捌对别人讲。你给我骗！我真实的啦，我敢对你一个讲尔。好啊好啊好，真正听袂落去啊！记赞袂掉啊！家母袂落规人诶，对，莫来这套啦。顶早咱斗阵去后宫店，你对一个叫小琪的，嘛是安尼讲，一日都无人。就是。cha，小琪，啊我咧，我叫什么琪？老齐，没，幼齐，你嘴啊哟，正暗讲的正暗话，迄拢伊骗的。你乌白来，干嘛呀？啊，你都知影讲阮某即摆已经伫咧烽火头，啊，你搁跳到遐查天话，到底咧算什么朋友你啊？无法度，我这个人所的缺点吼，就是讲话伤过老实，拢袂暗看。好啦，大家坐啦。好，来坐。都甲你讲，无啊，你要安怎？你是咧坐安那？我算咱内底，我算家顶我户口名簿排第一个，我上大我坐。你上大吼，翁家倒上大，翁家倒也上大，你去遐坐。去啊！对，翁家对，哎，坐咧遐，咱点样？放弃啦，歹势啦，啊为着阮翁仔某代志，安尼遮麻烦，我实在感觉足歹势，是的啦。啥物失礼就好呢啦，所以讲你个人就伤过冲动啦，啊代志还袂补清楚，卡袂着就离家出走，你害阮两兄弟为着要找你吼，啊，你补几工诶？什么叫无规工？规工拢无趁半仙呢。我知啦，我知拢我唔好啦，我无应该离家出走的，歹势啦，莫生气啦吼。歹势就准出来啊！嘿嘿，你看你两翁仔某若要冤就冤，啊要好就好到咧甜噗噗，啊阮两只是敢若小狗啦，只敢伫路口咧戆戆西，啊阮的损失要找啥讨？多谢你。爱人甲你赔偿就对，会啦，我专门咧抬猪的，一工的老两粒猪头，甲恁吐啦。我家己出去啦。刚才唔情愿安尼，好啦，免啦。只要恁翁仔某若恩恩爱爱吼，安尼互相安尼相敬如宾安尼吼，阮兄弟就足欢喜的啦。对啦，倒数，我今甲你讲一句上老实的话，天都照抓槟榔先讲，都会为着你安尼离家出走吼，袂食袂困啊，一支猪刀杀去都乌白扑啦，险将家己吼当作猪安尼吼，安尼切腹自杀，你知唔知？这是事实的，伊对你真心的。对。出书东京。东的金。喂。是啦，我较早吼，平拢误会你啊，你讲这讲迄老实话吼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倍爱你，我绝对袂阁离开你啊！我知啦，是讲吼，迄牛仔破愈久安尼会破会记分呢。啊是讲我从今以后我嘛会对你疼命命咧。拜托诶，恁两个翁仔某也较差不多诶，人客伫遮呢，啊你敢袂好过哩哦？我真正看到用要救囡仔。家人才悬。无啊，阿娇啊，今仔日咱兜家己都有煮饭咧，安尼就搁带来这面点啊，这是要创啥？啊，我带你来遮吼，毋是要食饭的啦，是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啊。啊来面档毋是要食饭，无要创啥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即摆吼，为着吼阮阿兄的代志啊，啊为着倒的，我甲因骗讲哦，要赔30万，啊两翁仔冤家呢，啊搁大家足紧张的，我感觉我足歹势，我是讲吼，要办一桌用人请伊甲因赔罪啦。安尼哦，哎哟，啊若讲要请伊家己陪做，都住咱家己的厝内面，毋是较方便。要若讲要拉两道啊吼，迄我做会到啦，我会煮啦。免啦，免搁互你麻烦啦，我著甲叫的吼，啊传一道，啊
靠崩歹崩嘛请因就好啊。安尼吼，哦，啊，我再甲伊吩咐，吼。红诶，就你咧交朋友吼，交即个阿娇实在有影袂歹，人慷慨出手，搁大方。甲点这个这，阿母你唔知？迄是我半年前踮咧舞厅熟识的啦。哦，啊伊吼家境安怎我是唔知影，但是我知影伊做人袂歹。安尼哦，嘿，看伊咧出手遮大方吼，我咧想吼，因兜一定足有钱诶。多谢吼，我你讲吼，啊你银行三笔时，我再甲你转吼。妈，你食。俊阿姨，我还恁好啊。安尼哦嘿，哎呦，夭寿哦！迄太弟仔倒的吼，足爱啉烧酒的。伊若知影讲你要办倒请伊吼，敢若我冲伊都冲死。虽然毋知伊是倒酒桶的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保守秘密。办这道菜。啊，爽！哦。各位，今仔日我办这道吼，来请大家，就是要甲恁道歉。是安怎要甲恁道歉呢？就是因为我讲袂菜话吼，骗讲爱赔30万，害恁阿某安尼冤家，搁害恁安尼大家乱吵吵，所以哦，我是讲办这道向恁赔罪，希望恁当原谅我，莫搁再生气。免讲安尼啦，你颠倒我较歹势，应该请是我爱请你才对啊。你今仔日是你出面，阮这安某才会倒转来我身躯边，知无？你若无出面吼，阮安某也无转来吼。哎呦，我会变孤困了。对啦对啦，大家算是讲有这种好处比吼，莫计较遮尔济啦。从此以后应该好好相处才对。那安尼讲无过分哦，来干杯！来干杯干杯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你哪穿安尼？你是安怎？阿娇，咱的公司吼已经破产了。